香港係一個美食之都，我諗都不容置疑噶啦。再加上各位又可能識得粵語啊、廣東話嘅觀眾，要喺香港揾食咯噃，就更加之容易啦。只不過要韓叔挑選一樣我最喜愛的香港美食嘅話呢，我就一定揀去飲茶食點心啦。所以韓叔今次香港之旅呢，就特別精選咗3間不同類型嘅點心食肆，一於帶大家由晨吉咁早飲茶食點心食到夜晚，希望俾各位諗住前往香港旅遊探親嘅觀眾都可以多一啲嘅靈感啊！未同大家去食點心之前呢，都想借機會希望大家能夠幫下手訂閱、點讚，同埋有興趣嘅話響下邊留言區留言一下噃。Hello， 早晨啊！其實而家望一望隻錶咧，朝頭早4點零5點 AM 啊，點解晨吉咁早啊？韓叔趌起身呢？因為 Jet 咧瞓唔着啦。咁啊咁早嘅時候有邊度好去呢？所以今日韓叔第一度要帶大家去飲茶嘅地方咧，就係開4點 AM 嘅一個茶居，呢個咧屋村茶居嚟嘅喎。呢一間位於石硤尾街市平台嘅美景小廚呢，其實近年都有不少網紅推介噶。主要因為佢位於石硤尾呢類舊型屋苑，環顧四周都仲係不少70年代興建嘅公屋，咁加上仍然係自家製造點心，所以吸引唔少街坊之外呢，亦都有不少嚟自附近城市大學通圓頂嘅同學們啦，同埋我哋呢挺響80年代於石硤尾長大嘅街坊，同埋一眾慕名而來嘅遊客嚟到品嘗一下響香港屋村露天飲茶嘅滋味，同埋最緊要係呢份嘅人情味啊！其實呢間茶樓咧都非常之耐嘅時間噶啦，咁啊還記得喺細個嘅時候咧都曾經嚟過嘅，咁啊好在而家住喺石硤尾咧就可以步行咁晨吉咁早呢個鐘數咧就嚟到飲茶。咁事關佢哋咧朝頭早開4點去到11點嘅，咁但係佢哋話咧9點零鐘咧就冇晒嘢噶啦，咁所以各位嚟咧真係要趁早嚟啊！好似我今次香港之旅咧就揀咗喺石硤尾美荷樓旅館落腳，基本上行5-6分鐘就已經行到過嚟。如果住得遠少少嘅話呢，一係要晨早搭的士啦，唔係嘅話就要等地鐵6點鐘左右嘅頭班車過嚟都應該食得到嘅。無論你嚟自邊一個方向，只要去到石硤尾街市，沿住樓梯上去平台，基本上就好容易揾得到美景小廚個位噶啦。行到埋嚟自己揾張台，露天又得，室內又得，然後就有人埋嚟招呼你開茶噶啦。其實我自己本身響加拿大呢，再冇做呢個洗杯啊、洗碗、洗筷子嘅動作，翻到嚟香港覺得要做翻呢先至有個儀式感噶。同時亦都俾到外國長大嘅後生仔知道呢，屋企長輩逢親飲茶之前都做呢個動作呢，其實係有原因嘅。開咗茶之後呢，就可以自己出去隨便揀點心啊、腸粉啊、蒸飯啊、煎炸嘢，各式其式。蝦餃、燒賣、叉燒包呢啲啊梗焗噶啦。咁另外韓叔全力推介鵪鶉蛋燒賣，唔係度度食得到之餘呢，其實個味道都仲係當年嘅味道嚟噶，真係膽固醇高啲都唔理得咁多啦。另外佢哋嘅流沙奶黃包同埋呢個馬拉糕我都非常之欣賞。我哋兩仔爺食咗唔知幾多碟啦，最後埋單連茶錢都係150蚊，仲有找咁地道嘅味道，咁嘅價錢，再加埋呢個可以話買少見少嘅屋村環境，今時今日嘅香港唔係再有好多地方揾得到噶啦。如果話石硤尾嘅美景小廚係體現香港普羅大眾生活的話呢，我呢個身為遊客嘅韓叔嚟到香港嘞噃，就梗係要參觀一下維多利亞港啦，係咪先？平常大家飲茶梗係去茶樓啊、等位啊、坐低啊，一盅兩件咁㗎。咁但係今日韓叔帶大家嚟到尖沙咀嘅海旁去飲茶噃。咁究竟尖沙咀嘅海旁點樣飲茶？唔係文化中心嗰間美心。咁但係今日咧，韓叔有啲特別啲嘅飲茶方式想介紹俾大家，即刻帶大家上去咯喎！呢艘 Aqualuna 中文名字叫做張寶仔號，係一艘仿古嘅中式帆船。其實我就係響香港旅遊發展局嘅網站上邊揾翻嚟噶。
嗱，雖然話欣賞維多利亞港有好多嘅方式啊，咁但係75分鐘嘅船程由中環尖沙咀出發，沿住維多利亞港向東航行，嚟到鯉魚門，再兜入避風塘，感受下越嚟越少嘅香港水上人家生活，又真係我哋呢啲遊客可以感受香港嘅一種另類方法嚟噶。好啦，開估啦，咁啊，航叔今日帶大家咧一路坐船一路食點心，咁呢個咧可以話真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方式咧嚟到享用我哋廣東人嘅點心嘅，咁喺度咧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又會欣賞到維多利亞港嘅風景非常之好，亦都咧係航叔推薦俾大家咧一齊去欣賞嘅噃，一齊開飯啦喂！除咗上隻船遊船河呢，我哋呢個叫做點心航遊嘅旅程，仲包括埋由金鐘太古廣場呢間新派點心茶樓點心 Library 預備嘅點心套餐，連埋一杯酒精飲品，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呢一個飲茶方式又的而且確非常之特別嘅。今次呢個點心航遊咧，開下晝1點鐘，可以選擇由中環嘅9號碼頭出發，或者尖沙咀鐘樓旁邊嘅1號碼頭上船都得。船上主要分為3種不同嘅船艙，有下層開冷氣嘅普通台凳房啦，上層嘅躺臥式藤椅，同埋趁住今日唔係咁曬，航叔就特登揀咗出嚟船頭，一邊吹海風一邊食點心。基本上各位上到船自己隨心揾位坐就得噶啦。各位亦都唔需要擔心學似航叔咁樣食點心法呢啲碗碗碟碟筷子好容易會飛咗落海。各位只要跟足船員嘅指示嚟到放好啲碗啊碟啊筷子嘅話呢，其實係唔需要擔心噶。除咗呢個午餐點心航遊之外呢，佢哋響不同嘅時段亦都有不同嘅海上觀光路線噶。雖然話俾成399蚊一位，相比響其他地方可能會有更加豪華嘅美食啊，但係航叔覺得一邊食點心一邊遊船河呢，絕對係體現香港遊覽香港嘅一種特別方式嚟嘅。講到話香港呢一個美食天堂啊，其實一日24小時都可以一盅兩件。呢樣嘢絕對唔稀奇，但係帶大家食咗朝頭早，亦都食過晏晝啦，晚餐時分嚟到食點心，有啲咩咁特別呢？飲茶食蝦餃燒賣啊食得多啦，咁但係今次航叔咧帶你哋去一間咧比較特別啲，唔係淨係蝦餃燒賣，但係有點心食嘅地方，即刻睇下食啲咩。呢一間叫做窩心海鮮點心專門店。航叔都係喺網上留意到唔少人去試過，兼且 Google 嘅評價都唔曳噶，所以就揀選咗佢哋位於深水埗福榮街嘅分店嚟到試一試咯噃。實情深水埗福榮街除咗大家熟悉嘅黃金電腦商場之外呢，其實呢條街咧都食肆林立，價錢亦都非常之親民噶。講明話係海鮮點心啊，呢度出菜咧係一籠籠咁上嘅，就唔單止係蝦餃燒賣嗰啲噶噃，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海鮮選擇嘅。咁例如有鮑魚啊、蝦啊、帶子、生蠔、聖子等等各式其式。坐低之後咧，大家可以用自己部手機點餐，亦都可以用點心紙落單又得。雖然話我哋得嗰2個人啫，咁其實每籠點心嘅份量咧都係1人啊2人份，價錢亦都非常之親民。咁樣各位變相咧就可以嗌多啲不同款式嘅海鮮咧嚟到慢慢食啦。另外店員亦都推介咗海鮮粥同埋雜錦海鮮蒸飯，同埋個後生仔嚟食，一人嗌一樣啱啱好，而埋單最後都係250零蚊。所以下次有機會的話咧，航叔一定會再翻去試埋其他款式嘅海鮮嘅。佢哋旗下有3間分店，特別係尖沙咀同埋油麻地分店咧，響午餐啊晚餐呢期間咧都需要等一段時間噶。咁建議好似我咁樣早少少，下晝5點零鐘入去食咗晚飯先呢，就可以基本上避開少少嘅人潮。加上深水埗嘅店面係比較細嘅，咁食起上嚟似響茶餐廳，就唔係傳統酒樓咁寬闊嘅環境。不過講到尾，咁嘅價錢同咁嘅水準，我就肯定下次翻嚟再試多次啦。好啦，以上呢3個地方都係航叔今次香港之旅因應自己嘅時間啦、出沒位置同埋個人喜好所挑選出嚟送俾大家。
嗱，當然食物呢樣嘢咯噃，非常之個人化，不過都希望能夠俾到少少靈感各位，下次去到香港嘅時候呢，都可以品嘗一下，兼且同一時間用另一個角度去感受下香港。如果各位喜歡呢段片嘅話，麻煩各位記得訂閱、點讚同埋有興趣嘅話呢，到下邊留言區留言咯噃，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